过来看46首，好，这个是2、3拍子哈。所以呢，咱会咱请咱开咱的信息哈，因为信息有迄个谱，咱会当对着迄个谱来唱哈。来，咱来我来甲念一解哈。姓主要载人无缘池，伊骹步袂错误，伊头前有公平正义，做先锋避万路。真理要对伊地面发声，逐位拍开花，公义也要顾对天顶，监察人类社会。吼，这首歌比较不好唱，吼，来，咱来一解，吼，来，咱搁读一解，好不好？姓主要载人无缘池，伊骹步袂错误，伊头前有公平正义，做先锋避万路。真理要对地面发声，逐位拍开花，公义也要顾对天顶，监察人类社会。吼，这个在第2行的时阵，迄个避万路的路吼，咱来唱3拍，来，咱来试看卖吼。好，第二个一解。姓主要载人无缘池，伊脚步袂错误，伊头前有公平正义，做先锋避万路。
心来今仔日的学敬拜。请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
恁遮个疼惜耶路撒冷的人，就甲伊做伙欢喜，为着伊快乐；恁遮个为着伊悲伤的人，就甲伊做伙欢喜庆祝。做伙来吟圣诗39首，圣诗39首，阿罗主敬拜主到万代，请起立来吟。请咱游玩徛地，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圣洁的爸上帝，阮伫这个主日的早起，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也要伫你的光明中承认阮的软弱甲欠缺。主啊，阮承认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阮的所做、所讲以及所想的，常常违背你的旨意。阮的耳孔常常听世间的声音，却无专心听你的教导。阮的目睭容易注视伫眼前的利益，却忽略别人真实的欠缺。阮有时会因为世俗的烦恼，直到失去对你的倚靠；有时会顺从肉体的骄傲甲私欲，无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款式。求你怜悯阮这个软弱的罪人。主啊，阮特别要为着台湾社会的现状甲阮的心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祈祷。即阵台湾的股票市场指数直直起，整个社会充满着对金钱的追求。阮的眼光容易互眼前的贪欲所吸引，甚至无顾风险，陷落伫投机的落网中。主啊，求你赦免阮，阮知影只有照你的教导脚踏实地。流汗拍拼，认真伫阮的本分中努力，安尼得到的果子，才是真正会当互阮安心享受的。求你赏赐阮智慧，互阮做钱财的好管家。伫这充满金钱引诱的时刻，求你保守阮的心怀意念，互阮的心会当平静安稳，看重属灵的基业，赢过世间的荣华富贵。
主耶稣就亲像你的话所讲，将长袍洗清去，遐个人真有福气。阮恳求你的保惠，搁一摆洗清阮一切罪过甲不义。这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来出声。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传阮入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66篇，启应文66篇，这是出对启示录第22章，咱做伙来启应。我是阿尼法，是阿米加。将长袍洗清去，遐个人真有福气。遐个狗类惊邪术的、淫乱的、害死人的、拜偶像的。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我是大别的君，是伊的后裔。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喙焦的人就来。为着遮个事做证，迄位讲：阿门。主耶稣啊，请来，做伙来吟圣诗181首，圣诗181首，同心而乐天父，请起立来吟。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活命的美娘，也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伫这个安静的时刻，阮众兄弟姊妹同心聚集，准备要来听圣经的教示。求你的圣神亲身做阮的导师，拍开阮的心门，互阮的耳孔会当听见你
微细搁慈悲的声音，开阮的目睭，互我看见你律法的奇妙。恳求主赶走阮心内一切杂念、烦恼，互阮的灵魂袂当专心仰望你，得到平静安稳。恳求圣神将你的话语，亲像活命的种子，落伫阮心内好的土地，互伊生根富养，结出好果子。求主圣神时刻甲阮同在，引带阮进入你的真理。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三角来共读圣经，以赛亚书66章第1节到24节。以赛亚书66章第1节到24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上主安尼讲：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点。恁要伫倒位为我起宫殿？倒位会当做我安息的所在？这一切是我的手所做，所以这拢是我的。上主安尼宣布：我要看顾的是困苦心灵痛悔，听到我的话就敬畏的人。太牛献做祭，嘛杀人；献羊羔，嘛讲长狗的颔棍；献素祭，嘛献猪的血；烧乳香，嘛学了偶像。这款人已经选定家己的路，因的心意爱贪厌恶的事，所以我选定要虐待因，互惊吓的代志临到因，因为我叫无人应，我讲因毋听，因颠倒做我看做邪恶的事，选择我无欢喜的代志。第5节，听到上主的话就敬畏的人，恁着听伊的话。伊讲：恁家己的兄弟怨恨恁，因为我的名的缘故，气杀恁。因讲：愿上主得到荣耀，搁互阮通看见你的欢喜。其实，因才是应该受凌辱的。听咧，城内有喧哗的声，对圣殿有声发出，这是上主在报应伊敌人的声。圣城还未痛疼就生产，色安还未吹尽就生囝。啥人捌听到这款事？啥人捌看见这个代志？减有国家伫一日内就产生，减有民族伫1万年久就生出来。毋过色安一个开始吹尽，囝儿就出世。上主安尼讲：我既然互人临盆，点会无互婴仔生出来？你的上帝安尼问：我是互婴仔出世的，点会互母胎关起来？恁遮的疼惜耶路撒冷的人，就甲伊做伙欢喜，为着伊快乐；恁遮的为着伊悲伤的人，就甲伊做伙欢喜庆祝。恁通伫伊的行程使恁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对伊充足的恁得到养饲来欢喜。第12节，上主讲：我要互耶路撒冷欢迎，亲像河流直直流。我要互万国的财富，亲像溪水，甲你淹满。我的话，甲你抱伫胸前，互你使恁伫骹头有顶，甲你耍，甲你弄，亲像老母安慰伊的囝，我嘛要安慰你。恁会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恁会看见，心就欢喜。
亲像草得到润泽无声，你为哪仰纵？人拢会知，我上主的气力，甲服侍我的人同在。我的受气会对我的敌人发出，看咧，上主伫海中来临，伊的战车亲像光烈仔风扫来，伊伫大受气中施行伊的报应，伫火中执行伊的刑罚。上主要用刀甲火审判全人类，真侪人会互上主处死。第17节，上主讲，遐会照异教的仪式，性别家己，洁净家己，对人入去园内拜偶像，食猪肉、鸟鼠、通养鹅的物的人，拢会做一个灭亡。我知因的作为甲意念，我要来啊！要将万国以及讲各种语言的人，拢集我来，因为来为看见我的阳光。我要伫因中间采一个记号，要对因中间找逃走的人去列国，就是他斯、利比亚、老舍钱的。卢底亚、土巴、伊拉，搁到还毋捌听到我的名，毋捌看到我的阳光，遐个远远的海岛，因要伫列国传播我的阳光。上主安尼讲，因要对列国将恁的同胞带转来，有的骑马，有的坐战车、马车。有的骑落骆驼，来我的圣山耶路撒冷做礼物献互上主，拄亲像以色列人用清气的器具对祭物献伫上主的殿。我嘛要指定因中间一寡人做祭司，做利未人。上主安尼宣布。22节，上主讲。我要做的新天新地，会照我的旨意久长存在。因的后代甲因的名嘛会安尼久长存在。每月的初一甲逐个安息日，所有的人拢会来到我的面前敬拜我。上主安尼宣布：敬拜我的人出去，就会看到背叛我的人的尸体，食遐个尸体的酒糖袂死，烧伊的火袂花，所有的人拢会仰恶因。愿上帝的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要请妇女团契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敬拜，因要唱诗歌孝顺主恩。
这时声黄春生牧师讲到，题目是上主要来了。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送到地地。今仔日福禄诗班通过这首所算主的恩典，这首诗歌来带领咱敬拜。这首诗歌真鼓励，特别是顶世纪的时阵，鼓励信徒在面对困难、恶担当的时阵，爱去诉算上帝恩典，爱去看上帝奇妙的眷顾。也通过安尼重新来得到快乐。这首诗歌真适合，正做今仔日咱看以赛亚书最后一章的结尾。因为咱若回顾咱2024年4月的时阵，牧师团开始逐章传讲以赛亚书的信息，到今仔日已经2档外。今仔日就要完成以赛亚书的宣讲。伫即段真长的这个信仰的旅途的中间，其实咱有看见以色列人迄当时因安怎这个伫对路的中间，含到后来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上帝通过因来审判这个以色列民族，甚至咱也看到耶路撒冷因为安尼来毁坏，人民受掠到伫巴比伦。这一路行过来，因拄着侪的苦难重担，但是上帝无放弃因，继续来引带因，甚至后来兴起，互因当作是亲像比赛亚同款的波斯皇帝塞罗斯，允准因安怎转去到伫故乡。所以转去到伫故乡了后，其实嘛毋是遐尼顺遂。因嘛拄着伫迄个中间，拄着侪的恶担当，开始起造因的一个新的国土。伫顶一章，先知用一个真充满愿望的图像来做结尾。顶礼拜咱看到杨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中间，会讲起上帝要应允一个新天新地。迄个新天新地，无有死亡，无有哀伤，所有的灾祸拢要过去啊！万物要伫伊的国度内面重新来更新。这毋敢若对伫这个受掠转来的人民，诚做因要紧的安慰。这嘛是整个以赛亚书最后，互咱看到未来真灿烂的愿望。但是咱摊拄咧读这个最后一章66章的时阵，先知却无将前所讲的迄个新天新地荣耀继续伫遐扩大来甲咱介绍，反倒转伊伫遮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款问题？伫这第一章的内面咧讲，恁要伫倒落为着我起宫殿？倒落会通成做我安息的所在。这段经文其实咧质疑，恁要为我起什么款的圣殿？因为伫历史背景来看，公元前515年开始，第二圣殿重新起造已经完成。迄也经历对受掠到伫巴比伦的人民来讲，转来到伫故乡会通完成这个圣殿的起造，这是非常要紧的代志。所以先知哈该伫迄当时要鼓励人民，咱都爱重启咱的圣殿。圣殿象征着上帝重新带伫人的中间，也象征这个民族的复兴重建。但是伫这款的期待内面，先知以赛亚竟然讲出，讲上帝安尼讲：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点，恁要为我起圣殿，是要创啥物？但是咱爱知影，起圣殿这个部分本身毋是错误的，错误是人民对圣殿的期待。将圣殿诚做一个神的所在，已经安怎放袂记咧上帝？
所以迄当时其实有2条路线的纷争，这个路线的纷争到伫今仔日犹原存在。带2条路线，一条路线就是安怎？咱来起一个水的圣殿，通讲是上帝伫遮荣光的所在。另外一条路线，就是要强调咱爱生命信仰，咱爱改变。上帝是安怎点伫咱的内心？咱需要通过上帝话来去做。人民抓准，只要有圣殿，上帝必然甲咱同在。只要恢复这个宗教的礼仪，信仰自然会恢复。因伫遐想讲，宗教制度若健全，上帝就会欢喜。但是上帝竟然伫遮宣布讲，我毋是要互这个建筑物限制一神啦，伊要敲找毋是水的建筑，乃是要敲找敬畏伊的人。今仔日6月28 111年前，1916年的6月28，咱教会伫日本时代这个大礼拜堂起好，所以今仔日是咱教会的建堂这个大礼拜堂完成的纪念日。咱拄仔读到这的时阵，咱嘛爱去思考，咱这个大礼拜堂伫全台湾可能是一个上水的教会啊。伫这个真水的教堂的中间，咱若转去到伫以赛亚书内面所的论的，咱要用这个水的礼拜堂讲，哇！上帝啊，你甲看，看你水的殿，上帝你就伫遮，还是伫遐讲，我要真正心灵信仰的改变，掠上帝话最要紧。正做安怎？咱的信仰的根基，这是真要紧的。我讲起这2条路线，对迄当时到现在犹原存在啦。因为伫主后70年的时阵，耶路撒冷受毁坏，圣殿受拆除。耶稣捌讲嘛，讲我3日内要将圣殿一块石头无贴伫一块石头顶头，甲拆掉。真正拆掉了后，无圣殿啊，无圣殿了后，犹太宗教就转型啊，转型做啥物？拉比宗教，拉比宗教就是安怎读经典啦，读圣经啦。基督教嘛是差不多迄个时阵出现的，所以伊敢亲像双生啊。犹太教读经典的拉比宗教。基督教出现的嘛是读经典、读圣经，所以2个哪亲像双生啊出现。但是敢有人会伫遐佫强调讲，我著爱来起一个真水的殿，有水的殿，上帝才伫遮；啊，无水的殿，上帝就无伫遮，敢是安尼？迄甲台湾人有一寡想法来讲吼，大庙吼较侪人去拜，啊，细迄个一间仔囝迄无神啦。但是咱的信仰毋是安尼，咱的信仰是上帝安怎无所不在。你别讲我起一个真水的建筑物，上帝你就伫阮遮，阮遮较灵性，毋是安尼。这2条路线，耶稣的学生嘛伫遐 confuse， 你敢知影？因到伫圣殿的时阵，甲耶稣讲先生啊，你甲看，看你水的殿，哦。哇！看你水的殿，真水的门。耶稣就甲因讲：“我甲恁讲，这个殿安怎？无有一块石头要贴伫一块石头的顶头。3日内要怎要拆掉？历史就互咱看到，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带兵进入耶路撒冷，伫遐怎放火烧？”烧了害啊！因为安怎？迄个圣殿实在是足水的，迄个石头旁拢洗黄金啦，规个拢黄金甲空起来。啊，伊放火烧黄金扬去啊，都安怎？扬伫石头旁内面。所以提多
来到伫现场，伊要来是要来抢的，结果黄金拢扬去啊！就安怎将石头一块一块敲掉，将黄金挂起来，摕转去。规个圣殿敢若一个城墙吼，圣殿的墙无拆掉。你敢知影？即马叫做哭墙啊，就是西边迄个哭墙。哭墙外口，哭墙它也无放黄金，因为外口多粪扫堆啦，垃圾场啦，所以村内迄个墙过去是安怎会放粪扫？今仔日犹太人伫安怎好假对毋对？叫做哭墙。咱若去耶路撒冷去旅游的时阵，嘛伫遐安怎做阵敲一个，做阵敲一个。有人安怎摕纸条啊？过去是安怎洗黄金的所在，拢敲掉啊！哭墙迄个所在，石头旁内面安怎拢洗啥物？洗纸条啊！你写你的祈祷文写来，甲洗伫内面。我去的时候，我嘛做这样。我写我的祈祷文写来，我甲洗入去，洗到出内面的，我用迄个笔啊安尼尖尖甲涂啊入去的，因为我知影迄留伫外口的犹太人，过迄个死墙的人拢会安怎？拢会伫遐甲清掉。我想讲我用笔甲涂甲内面的看当留较久的无？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其实这个事件嘛，互咱看到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要起一个真水的圣殿，另外一条路线，咱来根据上帝话来起造咱的信仰。其实今仔日的经文最后就是要甲咱讲起这两条路线，你要选择哪一条路线？咱先来看第1节甲第4节，伫遮所讲的。第1节甲第4节就是咧批判，讲上帝所眷顾的，毋是迄个宗教成就，毋是迄个圣殿偌水拄偌水，乃是要紧的是咱有一个谦卑的心啦。对伫这个第2圣殿拄啊完成的时代，受掠的百姓转来，因感觉讲哇，这个圣殿真水，有圣殿啊，安尼我就安怎？上帝甲阮同在啊！信仰就安怎清清彩彩啊！这是一个值得咱去思考的所在。起好了后要创啥物？咱会当思考看卖，今年是咱130周年。咱其实对伫2016年开始改建，上帝真感谢上帝，咱互咱迄当时改建的需要2亿外来讲。咱5年来都安怎甲完成啊，都甲形成啊。但是咱起好水水的，咱的新的建筑，咱敢会记的？迄年2021年的时阵，台北市评鉴迄个建筑啦，建筑奖，咱后面是安怎得到建筑奖呢？对不对？真有的人迄当时我会记得足侪。建筑系的学生、老师带来咱教会参观呢，咧讲咱的建筑安怎？我迄当时拢爱身兼解说啦，来因解说。咱迄个过程是安怎来完成？迄天甲长方长老咧讲迄当时咱要发包的时阵建筑的营造厂找无呢，咱伫遐连续发包5次，全部流标呢。大家带一等想讲规划好啊，结果无人敢来去，因为无啥物业好客啦。因为迄个基地较细，建筑成本佫加，佫有高级，因为伊2个执照，一个古迹执照，一个新建的执照，迄个建筑师头嘛冇会烧。但是咱一切拢感谢上帝。虽讲艰难，但是咱完成。完成了后，毋是讲伫遐看水啦，若是起好好看水，这就是今仔日先知以赛亚要批判。起好了后，咱应该安怎？爱去学习上帝的话，咱爱去学习上帝的话。所以圣殿是咱咧敬拜上帝的所在，
毋是关上帝的所在啦。讲啊，这起好啊，诚信哦，所以你礼拜拢安怎，拢爱脱鞋啊。这是诚信的所在。无啦，先知已经甲咱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会当充满上帝荣耀的所在，毋是一个建筑物的所在啦，是咱人人拢愿意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上帝要更新的是每一位，上帝无所不在。咱起一个圣殿，起一个建筑，迄个目的是要互咱伫遮会当伫遮受到好的造就，会当参与伫社会公义甲人民的实践，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所以古药学家瓦特布格曼伫遐讲，这段经文，他要拆解的不是圣殿啊，是迄个宗教体制，迄个掠自我中心。咱起好了后，咱敢要掠自我中心？讲你一定爱诚信，你才会当来伫这个所在，毋是啦。但是真正的信仰，毋是咱咧去掌握上帝，是安怎？要互上帝来掌管咱。要互上帝话语踮伫咱的内面，所以第20遐讲起，讲上帝真正眷顾的人是啥物？所以才就指出来，讲我要眷顾的是困苦心灵、痛悔，听到我的话就敬畏的人。这个敬畏，这个看顾迄个困苦的人，迄个看顾是带着一种怜悯。关怀的眼神来看，迄是一个非常水的画面。咱的上帝是安怎？是迄点点啊看咱的中间，敢有困苦、心灵痛悔的人，来到伫教会，毋是咧等家己热搞，乃是伫遐承认咱的欠缺，咱甲上帝祈祷，我的欠缺，我的痛悔，然后第20节。摕到一个真要紧的字，叫做敬畏。敬畏好啊本叫做战兢啦，好啊本的翻译叫战兢，毋是敢若停留伫迄个，咱讲着惊，毋是。迄个敬畏其实就是安怎？严格讲起来就是安怎？保持对上帝的敏感。你敢有保持对上帝的敏感？毋敢忽略伊的声音。所以宗教界甲马丁路就安尼讲，敬畏上帝的人毋敢忽略上帝的话。今仔教会上大的危机，是咱已经安怎习惯啦，来礼拜、来聚会、来唱诗等等，已经拢真习惯啦。但是有一项代志可能会忽略去，就是安怎敬畏，就是安怎对上帝安怎的话语。清清采采，所以这是先知伫遮会提出来。你有真水的圣殿，但是你的心无伫遮；你有真好的圣殿，但是你无真正爱学习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大的问题。掠准起好圣殿了后，然后就安怎？感觉讲我已经完成一个使命啊！信仰毋是安尼。所以第3节伫遮做一个真严厉的批判。第3节咧讲，杀牛献做祭，嘛杀人，这到底是咧讲啥物？献羊羔嘛讲长狗的颔棍，这到底咧讲啥物？其实这个就是咧讲起，人伫圣殿内面安怎献祭，结果生活的中间却安怎去欺压别人，嘛杀人啦。食人啦，就是讲，伫圣殿的内面献祭，但是伫生活中间却恶罗莫祭。这两个制度拢无共款啊。一个是恶罗上帝，你一支喙会当恶罗上帝；另外共款的喙会当安怎？去后壁讲人较只偏话，伫遐中伤别人。这就是安怎信仰甲生活的脱节。这就是先知伫遮要提醒的。咱若回顾以赛亚书第1章17节的时阵，
迄当时上帝就提醒人民讲啥物？要学习行好，要追求正义，解救受欺压的人，要为着孤儿伸冤，为着寡妇辩护。所以上帝爱是啥物？你敢有行公义，敢有好人民？你有真水的礼拜堂，但是你食的拢无要关心，这毋是上帝所爱。咱感谢上帝，互咱后壁咱的宣教中心会通兴建，主流教室会通修整，整修好势。咱整修好势，毋是咧关目。我爱甲你讲，有真侪的社团，挺台湾的社团，时常伫咱遮会办活动。有真侪的关怀弱势的团体伫咱遮的聚会。比如讲，咱咧讲黑熊学院也好，壮阔台湾也好，因迄当时要成立的时阵，无所在去，找无所在，来到伫教会。讲阮敢会当来借教会，来聚会，来活动。当然咱有甲收场地租金啦，但是咱也欢喜讲，恁来用。有真侪团体来到伫咱遮，包括永颂长老长期咧关心卡在的人，嘛来遮聚会、开课、训练。台湾的人权的团体，时常嘛伫咱遮咧办活动。这就是咱起好了后，咱毋是要关放啦。诚实的上帝是旨意公义，诚实的上帝是旨意人民的代志。所以，这就若亲像以赛亚书1章17、18所讲的，也是讲先知阿摩斯所讲的，讲我厌恶恁的节期，因为恁无行公义好人民。先知米迦嘛爱问上帝，敢欢喜迄个千条的这个公的羊，万条客的油？耶稣嘛捌用何西阿的话安尼讲：我欢喜人民，无意爱祭献祭。这拄拄互咱看到整个圣经先知的传统。拢会讲出一个真要紧的真理：无有公义的敬拜，毋是真正的敬拜；无有人民的信仰，迄毋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回归了后，因上大的危机，信仰的危机是啥物？因抓准起圣殿起好了后，因的生命自然就安怎恢复啊？因若恢复献祭，因感觉讲安尼就够啊，安尼就够个。敢有够业？无够业，要紧的是爱有一个敬畏的心。咱嘛会当去思考看卖，咱大礼拜堂111年前起好了后到呾，也是讲咱后壁，咱宣教中心起好到呾已经7年啊。这个中间，咱爱去思考，有这个水的空间要创啥物？要紧的是咱敢有真正去互咱的生命？甲上帝连结，超出伊的心意。上帝爱咱行公义、好人民，伊的心意是安尼。但是早前迄个以色列的群体，因掠讲冤起圣殿好啊，安尼代志就完成啊，其他交上帝。神知讲毋是啦，神知最后迄问讲你起做的是啥物？你起做的是啥物？上帝敢要带伫内面？上帝爱你去做的是你怎样成做什么款的人？上帝看重的是你的生命，真正的信仰，毋是起偌大的这个建筑，乃是安怎？你的生命爱互上帝欢喜。所以真正的敬拜，毋是礼仪，乃是你逐工会通安怎活出公义甲人民。这才是上帝所喜爱。所以咱线遮咱来看第5节到14节，遮会描写。第5节到14节，这个真特别，因为头前咧讲起，会陪伴虚假的敬拜，但是这个经文
对迄个审判转转来到伫安慰。安慰什么？第5节，先知首先对另外一群的人讲，要听上主的话，行为的人，恁要听因。煞才安尼讲，恁家己的兄弟怨恨恁，因为我的名的缘故气杀恁。这已经互咱知影讲，迄当时内部的分裂的问题。安怎分裂？因为回归了后，毋是干那围墙仔倒去，圣殿倒去，嘛毋是干那讲经济艰苦，乃是这个信仰的群体内面开始有分裂。因为有一群人去圣殿的人，感觉讲我起起来，我就是代表我的敬虔。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人，因是安怎讲？阮爱听上帝的话，爱行为上帝的话，所以这群人受到这个排挤。但是上帝通过先知要甲这群的人讲，哦，真正属于上帝的人，上帝无将因放袂记的。上帝要为恁安怎备办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新的开始，咱看到这段经文，其实安怎？有4个图像啦，有4个图像。第一个图像是啥物？第7节甲第9节，讲新的生命、释安要安怎？忽然间就生产出来。讲圣城还袂痛痛就生产，释安还袂催准就生囝。在照一般人的经验来讲，生产一定安怎？爱伴随着很长的时间，啊，搁安怎？要生的时阵就安怎？有阵痛呢？迄无阵痛吼，医生会甲你讲，转去，搁去等，吼，搁去等。啊，你讲哦，我小可疼者，我搁来，医生来讲，搁转去等，等到迄个阵痛很规律、很频繁的时阵吼，你才过来。若无吼，你搁转去等，啊无就叫你安怎？去行爬楼梯啦。迄足细吼，我看有足侪人咧笑，拢真有经验。哦，所以咱看到迄个生产的过程是安尼啊，但是伫遮竟然是安尼讲，免等啦，哦，马上要生出来。这互咱去回想以赛亚书54章，就会当明白。54章描写这个以色列人因安怎，亲像一个未生的妇人人共款。古早时阵未生代表。是一种无有未来啦，无有愿望啦。但是伫遮，上帝竟然甲讲哦，免等啦，马上要生啊啦。人抓准讲，这个民族的复兴，阁需要等1、20冬。人抓准这个性命已经无愿望啊，但是上帝讲，马上愿望就临到。所以，上帝会当伫人认为无可能的所在，伊开始伊的新创造。所以爱尔兰的神学家 Katie 伊指出讲哦，这是延续65章的新天新地的信息。上帝毋是替迄个旧的世界补破网，伊是咧为着新的世界创造。伊毋是要修补，伊是要安怎生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所以这互咱看到第一个图像就是安怎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群体。哦，要出现，所以通过迄个安慰遐会讲啊，恁去互人欺负的人吼，恁遵照上帝的话来行，以爱来学习上帝话语的即群人，莫放弃，上帝要甲恁三个地地，一个新的生命释安，要忽然间来生产出来。第二个图像是一个哪像是一种关系。什么款的关系？亲像老母安慰囝儿共款。13节咧讲，亲像老母安慰伊的囝，我嘛要安尼安慰恁。伫圣经内面，咱习惯称上帝叫做天父啦、爸、老爸，但是伫遮，迄个形象转变安尼，上帝主动用老母的形象来讲，亲像老母要安慰伊的囝，将伊的囝摸起来，揽起来，囝会哭甲安慰，这毋是否定老爸的形象，
这是扩大咱对上帝形象的理解。上帝有亲像老爸甲咱保护，上帝嘛会亲像老母的温柔，伊有当时亲像君王的威严，但是伊有当时嘛亲像女性的阻碍。所以，对伫受掠转来故乡的人，因原本失去因的故乡，失去因的家园，失去因的亲人，甚至看袂到未来的人，上帝安怎无甲因责备呢？上帝是甲因揽起来。所以伫经文内面讲吼，我要安慰恁。这个安慰，你也搁去回想，伫以赛亚书40章，咱咧讲第3以赛亚开始的时阵，先知伫遐话讲啥？恁爱安慰我的百姓，安慰我的人民。所讲的安慰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换一句话，对第3以赛亚40章开始的安慰的信息，到第66章有完成无？有啊，有完成。所以整个的这个以赛亚书对迄个审判开始，无停留伫审判，继续来到伫这个安慰。上帝用迄个真温柔的老母的形象出现，这是第2个形象。第3个图像是啥物？有一个新的次序。迄个次序吼，咱来看12节，讲我要互耶路撒冷欢迎，亲像河流直直流。这个繁荣吼，这是现代台语的翻译。伫原文的意思叫做谢朗，谢朗是啥物？平安啊。哦，但是平安这个字是超过无有战争，超过和平，伊嘛包括一个完整、健康，甚至咱咧翻译讲欢迎、繁荣。哦，这拢叫做谢朗。所以伫遮个翻译，台语的翻译无毋对，伊是直接翻译做繁荣，但是咱会知影迄叫做谢朗平安。咱咧甲人请安的时阵讲平安，平安就是即字。哦。所以讲吼，要互耶路撒冷平安，亲像河流直直流，这是第3个这个图像。迄个河流会当直直流，就安怎无有阻挡啦，无有阻挡。社会的次序安怎是一个新的次序，无有阻碍，没有阻碍。无亲像咱今仔日离法院吼，甲咱阻挡作势，平安是安怎？没有阻碍啦。没有阻碍的平安，这是第3个新的图像。第4个新的图像，伫遮会讲起，讲哦，上帝溃力要甲因送到地地。迄个溃力原文的意思叫压，就是手啦，手骨。上帝手骨伫遐，甲伊的仆人送到地地。咱来去看迄个出来记内面的记载，讲上帝要用伊大权能的手骨引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迄个手骨，毋是讲是真正上帝有一只手伫遐吼，爱伫遐保护因出来。迄个手骨其实就喺讲溃力，上帝的权能，上帝的溃力，甲因三个地地。所以吼，伫这个14节。咧讲，我上主的溃力，甲服侍我的人同在。哦，伊的手满条的，甲服侍伊的人同在。这是第4个图面。所以，互咱看到，通过这4个图面的安慰、的帮赞，即阵伫迄当时，伫遐追求，要甲上帝的话。来实践上帝话的人的同在，所以伫遮，互咱看到一个新的群体，因毋单单是互上帝安慰的人，搁较是安怎？甲上帝同行的人，甲上帝同工的人。所以这4个图像，新的生命、新的关系，甲老母的关系，新的次序，亲像平安的江河，新的身份，一个新的群体。开始出现，开始出现。煞只咱来看15节到21节，伫遮个讲起，伫火焰的中间审判，甲万国的敬拜。咱来知影真正的盼望，不是廉价的安慰啦，真正的恩典
嘛毋是对邪恶是安怎？迄个视而不见。如果一个老母只会晓去安慰囝儿，却安怎？却放任伊的囝怎四界去做歹，迄毋是慈爱呢，迄叫做纵容呢，迄叫做溺爱呢。同款的，上帝的主爱，伊嘛怎伴随他的公义。所以15节，先知伫遮会讲起上帝降临的一个异象，讲看咧，上主伫火中来临，伊的战车亲像加利亚风扫来。伊伫大象气中实行伊的报应，伫火中执行伊的刑罚。这互咱看到哪亲像伫西奈山共款，上帝伫迄个火焰的中间出现。哪亲像以西结书内面讲，上帝荣耀伫迄个战车的中间临在。所以，伫遮毋是咧讲上帝安怎爱生气啦，毋是啦。上帝伊的生气是为着公义。所以咱来看即段的经文，讲上帝的审判是对邪恶最后的公义啦。迄个瓦特布格曼这个神学家提醒咱，若无有审判，就无有真正的公义。咱甲想看卖，若是最后无有上帝的审判，历史上遐个加害者、受害者，因最后有啥物款无共？拢共款啊，嘛无公义，就是安尼啊。若无有审判，伫德国迄个奥斯维辛集中营死几600万人的无辜的性命，啊，迄就是安怎？若无有审判，迄叫做历史的一页而已啦。若无有审判，非洲迄个卢安达种族大屠杀，也是柬埔寨赤柬的大屠杀，迄就是安怎？翻过去的一页尔。若无有审判，台湾228事件白色恐怖，入义洪先生因兜的迄案，7月初2是陈文成博士的命案。迄个若无有审判，咱的上帝袂当讲是公义的上帝。圣经要互咱知影，上帝无放袂记每一滴的目屎。伊无袂记每一滴无辜的人的血，所以历史上若无有公义、无有审判，安尼都毋是福音啦。咱的福音，上帝的福音，是为着遐无法度申冤的人爱申冤。咱的时代，咱会当申冤，咱就尽量去申冤。所以。转型正义是甲安怎？跟记忆赛跑啦。过去的时代，咱可能无法度参与着，过去嘛有真济无有公义的代志，咱无法度去参与着。但是现在咱阁会记的时阵，咱就安怎？莫互即个代志放袂记，咱来记忆公义，这是真要紧。第二项要互咱知影，审判本身就是福音的一部分。邪恶受到审判，这才是公义真正的临到。只有黑暗受赶散，光明才会当真正照光这个世界。耶稣讲：“你就是世界的盐甲光。”但是你敢有做过光，照光黑暗的所在？咱即句话听足久嘛，足够讲，但是安怎真正黑暗的所在，咱敢有去照光？这是对咱的一种的提醒。宗教的外表袂通安怎暗藏内心的背逆，因为17节搁一遍咧讲遐会照仪教仪式性别家己，清气家己。绝对人去园内拜偶像、食猪肉、食鸟鼠，通厌恶面的人，拢为一个灭亡。这伫今仔日咱咧读的时阵，咱真困难理解，为什么最后要讲起食猪肉、食鸟鼠肉？最近台北市鸟鼠足侪人，无人会食，
但是伫遐吼，古早时阵讲啥？竟然安怎去食猪肉，去食鸟鼠仔肉，即种的文化是迄当时的异教的文化。但是先帝要甲咱讲的，毋是伊真正去关心讲吼，袂当食啥物，会当食啥物，食毋是问题啦，乃是心是上要紧的问题。问题毋是伫祭坛，问题是你的心。有个人想讲哦，我上时会当安怎有圣殿，但是我上时安怎我去拜异教？你知影讲迄个问题是遮？迄当时因转来了后起造圣殿，哇！圣殿参与起造，但是一方面捐钱起圣殿，另外一方面安怎人煞去拜偶像，这就是伫遮互咱看到。先帝的批判是即种情形，佫互咱看到，咱可能会问讲哦，今仔日已经无巴力啊吼，嘛无迄个阿瑟的亚瑟拉吼，迄古早的偶像拢无去啊。但是偶像敢真正消失？无呢，偶像有当时是换另外一种的名，权力会有可能成做偶像。金钱有可能成做偶像，很多明德长老咧祈祷的时阵讲，股票最近起价对不对？我看新闻讲啥，有人哦，四代同堂，啥物叫四代同堂？阿祖、阿公、爸爸、囡仔拢去银行借贷，叫四代同堂，借钱出来啥买股票？哦，这都是真危险的代志，敢毋是？咱已经安怎将金钱敲碎对金钱拼命，这已经成做一种偶像啊！台语有一句话讲啥？人两骹，钱几骹？钱四骹啦！哦，这嘛是真趣味哦。你也是心拢是掠钱最要紧哦。啊，你去借钱，借侪。来去买股票，结果怎断头融资哇！有个人过去金融泡沫的时期，有个人就是安尼掉的，你敢知影？所以这是爱咱去细意的代志。所以今仔日偶像敢有消息？无啦，偶像可能敢若换另外一个名尔。所以以赛亚提醒咱，真正爱更新的，毋是这个世界，真正爱更新是这个信用群体，咱敢有真正？行上帝爱咱行的，怎只咱来看18节安尼讲，我知影因的作为甲意念，我要来啊！我要将万国以及讲逐种语言的人拢聚集来，因会来为看见我的荣光。哦，这是一个真大的转变的。为什么安尼讲？上帝毋是叫以色列人讲哦，恁着去安怎去攻击去？占领这列国，毋是。上帝是安怎亲自要将列国聚集来到伊的面前。这换一句话，互咱看到，上帝话会通成做一种普世的真理。万国拢要安怎聚集来到伫上帝的面头前，用上帝的真理来学习，这嘛是咱爱去学习的所在。以赛亚书一开始第2章就讲，万国拢要归锡安。49章的时阵讲，我要互恁做万国的光。60章的时阵佫讲，列国要来就近你的光。到第66章，一切拢完成啊！因为怎？上帝亲自要将万国召就来到伫伊的面前，所以互咱看到，这是一个真水的图像。19节安尼讲，佮对因中间找逃脱的人去列国，即句话，互真侪这个圣经学家真有意思要讲，这就哪亲像咧描写新约时代的宣教的历史共款。上帝通过侪人四散到伫逐所在，将福音、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福音传出去。敢毋是安尼？所以对因的中间找逃脱的人去列国，因为耶稣受定十字架啊，
定十字架的意思是安怎？政治犯呢？所以耶稣是政治犯，伊受定十字架啊，结果安怎？伊的门徒就安怎四散？哦，爱去密嘛，爱四散，所以四散出去，则将福音传出去。啊，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所以，亲像19讲，对因的中间找逃脱的人去列国，福音就是安怎安尼传出去的。煞接到第21节，即句话搁较怎，搁较震撼。咱做阵来看21节，我嘛要指定因中间一寡人做祭司，做利未人。即句话为什么真要紧？因中间因是指啥物人？因就是指遮的外国人啦。祭司甲利未人是犹太人呢，对不对？献祭敢若祭司甲利未人会当做呢？但是伫即段经文竟然讲，我要指示遮的外邦人，一寡外邦人做祭司、做利未人。即句话对做牧师的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安慰，你敢知影？因为牧师就若亲像祭司共款，我是。对犹太人来看，我是外邦人，敢毋是？是啊。但是即句话甲咱讲，外邦人有一寡人要做祭司呢，要做利未呢。哇，即句话，这个信仰毋是干若锁伫这个犹太宗教内面呢。这个信仰是安怎开阔，互一般人、外国人、外邦人，拢会通安怎，诚做祭司，诚做服侍者。这已经破啥物？打破血统，打破民族，打破阶级，你毋知影？先知迄当时已经讲甲安尼啊！到伫新约的时阵，彼得前书2章第9节讲：你们是金尊的祭司，你们啊，恁是祭司。所以真正决定一个人敢会当服侍上帝，毋是伊的血统，毋是伊的出身。毋是伊的社会地位，乃是安怎？迄是上帝家己拣选，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以赛亚书最后就互咱知影，这个圣殿无过是以色列人的圣殿，乃是一个万国万民拢会通敬拜的圣殿。但是你甲想看觅，到伫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因要去圣殿。圣殿口下搁一个石牌，写啥物？女人、外国人、外国人、外邦人袂当入去圣殿。迄个所在搁有一个门槛，有一个门槛，会提醒外国人袂当入去。但是先知早就甲咱讲，上帝是要互所有的人拢会当入来。所以伫以赛亚书最后一章，咱就看到。这个应允一步一步实现，上帝所要起造新的群体，无搁用血统来决定，乃是用你对上帝的信心来决定，无搁因为你的民族来区分，乃是伫基督内面拢诚做一家人。所以煞接7月份开始，牧师团要开始翻工加勒泰书，加勒泰书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一句话叫啥？因信称义啦，因信称义。咱拢每一个人拢会当，因为咱的信，对上帝的信，咱互上帝称作义人。这甲对应咱今仔日以赛亚书66章所讲的，其实毋敢若对应以赛亚书呢，佮对应亚伯拉罕。伫创世纪的时阵，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伊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讲啥？地上万国万族拢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世上的万国万族要因你蒙福。所以你甲看创世纪一开始，就互咱知影，上帝是一个普世的上帝。但是犹太人安怎？修，敢若是上帝是阮的，毋是恁的。所以上帝偷这个角透出来，起圣殿起好讲上帝敢若上帝一间，其他的拢无。真理伫遐讲毋是啦，
上帝是安怎全地的主。煞者咱来看22节到24节，最后先知将咱的眼光带入来历史的终点。22节咧讲，我要造新天新地，会照我的旨意不长存在。恁的后代甲恁的名嘛会不长存在。这句话是甲65章17节呼应。65章是上帝第一次宣告讲，伊要造新天新地啦。66章要结束的时阵，搁一遍会讲起这个应允。以赛亚先知予人的这个提醒，毋是讲上帝要恢复过去大笔的王朝，毋是，嘛毋是要来恢复过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嘛毋是，是一个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新天新地，其实吼，伊毋是种死后的天堂，毋是啦。这个新就是安怎？伫即时阵，你就会当经验到的，经验迄个改变。你若愿意，你就会当经验迄个改变。上帝的救恩毋是将人带离开这个世界，乃是安怎开始伫这个世界有改变。新天新地嘛是一个新的创造。上帝无要放弃伊原本创造的世界，伊毋是要将世界等于喺历史的中间，伊是安怎要互这个世界改变？有人认为讲历史是一种循环啦，一个王朝兴起衰败，伫遐循环。但是圣经互咱有一个另外无共款的历史观，历史毋是伫遐转陀螺。历史是安怎有目的的，一步一步行往啥物？新天新地。所以咱基督徒，咱毋是一个悲观主义，咱嘛毋是盲目的乐观，咱是心内安怎有信心，遵着往往头前行的人。今仔日邪恶犹原存在，但是咱爱知影，邪恶毋是最后的胜利者。死亡犹原存在，但死亡毋是最后的结局。战争嘛有，但是战争毋是决定历史。目屎咱嘛会好，但是目屎会失去。历史最后拢要行往上帝所应允的新天新地。毋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真好啊，是安怎？上帝呼召咱。做阵来行往这条新天新地。23节有一个画面出来，讲每月的初一，甲逐个安息日，所有的人拢会来到我面前来敬拜我。上帝安尼宣布。要紧的是迄句话，所有的人，好啊，本来翻译叫做凡有血气的。所以所有的人，凡有血气的人。毋是指以色列民族，嘛毋是指某一个宗派，嘛毋是指某一个国家，是所有的人，拢要安怎受造的，拢要做阵来敬拜上帝。所以真正的敬拜是一个普世万族的敬拜。最后，咱来看24节，这句话安尼讲：敬拜我的人出去。会看见陪伴我的人的尸体，遐个尸体互虫咬，互火烧，所有的人拢会厌恶因。最后他用这句话来做结束，有的人读到遮的时阵，嘛感觉讲，最后他用这段，来描写。其实咱咧读的时阵甲犹太人的律比嘛有类似的经验啦。所以犹太人的律比伫遐讲你读到这节的时阵24节读了，你搁爱转去到23节，搁读一遍，因为23节看起来较有梦啊。其实24节到遮结束我想先知有可能爱咱毋通放袂记一件代志。历史这条路有一个选择，信仰有稳定嘛有责任。
有公义，嘛有5万的代价。所以这段经文毋是要甲咱吓惊，这段经文是要提醒咱，上帝最后会有审判。安怎讲的？若是过去遐个转型正义无完成的，咱无法度去参与的，上帝有一天伊会审判。这就是咧讲起，咱的时代，咱要行往公义，咱尽咱会通做的来做，咱袂赴参与的，交予上帝，上帝最后有审判。咱来想看卖，即章中间会通带来什么款的信息？我想真紧来讲3点。第一点，互咱知影，互家己的性命诚做上帝所欢喜徛起的圣殿。一开始我爱讲，迄当时2条路线，一个是起圣殿，一个是安怎遵照上帝的话。啊嘛讲起，拉比犹太教甲基督教差不多是相生啊、相时代出现的，两边拢在追求上帝的话最要紧。但是今仔日敢有真保守的犹太人、犹太教有啊？锡安主义要伫迄个金顶清真寺顶头要共拆除，要起一个第3圣殿。因有咧准备啊！我去以色列的时阵，我嘛去参观因安怎用迄个起灯台咯，瞬间拍起来，足水的。但是安怎围起来，惊人跑去。但是，迄够有意义。耶稣已经甲咱讲啊，学生伫遐讲哇，遐尼水的殿，遐尼水的门。耶稣讲我3日要拆掉。圣殿爱起坐伫什么人的顶头？起坐伫耶稣基督的顶头。同款的，今仔日是咱大礼拜堂完成110年的纪念日。这个礼拜堂，咱会当真自我讲啊，这是全台湾上水的教会，确实啦。但是，莫干那停留伫即句话，咱应该讲的，咱的信仰，咱的实践，哦。咱有安怎？上帝互咱的恩典较尔大，我们安怎愿意回应上帝的恩典，这较是要紧的。所以吼，咱本身爱诚做上帝所欢喜的殿，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提醒。这就是先知咧，甲迄当时的人所做的挑战。第二，爱诚做上帝所生出来新的群体。而且讲，上帝讲要生出一个新的群体啊！有的人安怎？一边起圣殿，一边去拜偶像，但是安怎？即阵要活出上帝话语的人，叫人排挤。真理甲因讲，袂要紧，袂要紧。哦，恁要生出来，新的群体要生出来。这个新的群体，你会去经验。上帝那亲像老母共款，甲你抹掉的，甲你饲奶，甲你安慰，嘛有新的处事，平安的江河，亲像平安的江河会流。恁阁有一个安怎新的身份，所以这是一个上帝国公民的一个身份啊，上帝国公民。咱有当时讲哦，咱伫台湾，我们要作为一个好的公民。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止地上的公民，我们更是天上的公民，上帝国的公民。上帝国的公民爱将上帝国的价值带入去伫社会中间，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间实践公义、人民甲和平。第三个要紧的提醒，就是咱爱抱着新天新地的愿望，勇敢活伫今仔日，无论环境如何歹。但是安怎？我勇敢活现在。俄乌战争今年第4年，我拢一直关心遐个教会因安怎来面对，教会要如何有韧性啊？哦，这无简单呢。我捌分享过，讲有一个伫这个基辅的教会，伊甲牧师甲因的同工留守。所以有真侪人米来教会，
伫遐避难，教会成为一个避难所。伫迄个战争的中间，过去无来教会，信仰拢安怎？散散的，结果安怎？战争一落，哇！上帝啊，求你救我啊！所以安怎？走来到伫教会的人足济，已经教会安怎？一下啊，有7000外人入来。哇！我讲这若是教会牧师嘛，浪讲啦无迄个7000外人。所以教会牧师甲伊的同工，我们就留守，这叫做韧性。台湾拢受中国威胁，大家想讲敢会拍啊？会拍袂拍，迄拢另外一回事。咱的信仰本来就是要有韧性。苦难的中间，知影神天神地，唔通因为安尼来失去咱的愿望。咱需要有信心，所以每一遍追求公义，每一遍去扶持弱势者，每一遍守护民主，每一遍促进和平，每一遍咧关怀受苦的人，拢是安怎？当是咱咧行神天神地的一步。因为咱毋是干那起造家己的国家，咱是要来起造上帝国。互人经验到迄个神天神地的水，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典，通过圣经以赛亚书的信息，互阮有久长以来的这个学习。通过2年外的学习，阮过一段路。阮对后礼拜开始要来看加拉太书，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因信称义的愿望继续。来对主的脚步，愿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6首，圣诗46首，圣主要再临无延迟，请起立来吟。
请坐。即时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为暑假期间出外学习甲旅游平安；第二，为2026年暑期儿童营最后的筹备甲举行；第三，为天气变化激烈的瞬间大雨造成的灾害。即时，请老奶如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祈祷。赏赐稳定甲看顾的天父，阮感谢你引带阮行过今年前半年稳定的道路。即马进入暑假甲夏令的时节，无论是青年学子的假期，也是兄弟甲家庭的旅游，拢交托伫你的圣手中。求主保守众人。伫出外旅游、海外探亲，也是参加逐项活动时，拢有主的稳定甲平安三甲伫地。阮嘛求主，互逐个人透过休困、灵修、学习甲服侍，搁较明白你所创造的世界，重新得到饱足的体力甲心灵的更新。也求主特别看顾教会伫暑假期间的逐项圣工甲宣教，保守出外服侍的兄弟。互阮伫逐所在，拢成做你平安甲福音的使者，建造教会的主上帝。阮为特别举办的暑期儿童营，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竞选同工老师甲辅导，愿意奉献时间甲心力，来做伴疼惜才会来到教会的囡仔。当营会已经进入最后筹备的阶段，求主特别适合同工团队有合一的心，满满的智慧甲饱足的体力。阮嘛求圣神有备所有要来参加营会囡仔的心，无论因进前是毋是认捌你，拢求主互因伫教会中体验着你的疼痛。求主看顾因营会期间的饮食安全。活动处事甲身体健康，互即件圣工成做囡仔生命中甲你相拄的好机会。掌管天地万物的耶和华，阮面对最近天气变化剧烈，出现大水暴风雨，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施阮怜悯即块土地，温台甲保护逐所在的百姓。求主使智慧和政府官员，互所有方式甲排水设备拢发挥功效，将灾害降到上低。阮特别为山区容易淹水的所在，以及第一线的人员，求主看顾保护，免受灾害的损害。若有因大水受到惊吓，也是财物损失的人，求主的圣神安慰因，嘛使主内的兄弟姊妹有互相帮助的心，伫需要中见证主基督的疼。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即时咱来奉献，因为时间的关系，请掀开周报通知事项。牧师团7月份开始团工甲叶太师信息，请兄弟优先来读。做伙领受上帝话语的丰富恩典。第二，今年是本会设教130周年，咱要举行教会纪念活动，全部费用估计130万。对5月24开始到11月，请兄弟关心代祷，
献上感恩奉献。第三，2026年7月初6到初10举行暑期儿童营，7月初5下晡3点，要做比阮场所的整理甲有味，欢迎青年协助。第四，欢迎参加每摆5暗时7点守护台湾祈祷会，做伙来为上帝国代祷。第五，为促进集体之间的交谊，特别举办夏日亲子活动，欢迎儿童主日学、少年团契、暑期儿童营的同学甲家长参加，报名到7月初5为止。7月11拜六下晡1点到5点，伫金站时尚广场举行。请向王雅玲校长报名，或是填写报名表。第六，今年教会出生有3位传道师抽签分派，陈子阳分派客家中会观音教会，潘宣阳分派客家中会，刘如虹分派家己中会，伫8月就任，请为因的服侍代祷。第七，7月12到16，伫浙南教会举办台湾基督徒学生运动2026年暑期营会家园论胜。在咱内要安怎？欢迎大学生社青报名参加。具体消息7月初4下晡2点，市教委甲沈家维伫浙南教会大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恭喜欢迎兄弟参加。开会消息、告解消息、代祷事项、上酒奉献本酒事会甲事奉者安排，请咱家己看。请大家来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牧师介绍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恒春教会牧师丁春贵牧师，伫咱中间欢迎。伫咧嘛，互咱搁熟悉者，伊是咱的即摆司琴的老师。过来介绍，伊是周成义长老甲周成安长老来请起立，互咱来欢迎。是咱教会的老会友因伫青年时代就拢伫咱遮。即摆一位住伫新加坡，一位住伫日本迄个周神柱牧师就是因的小弟啦林良堂伫咱地下室即个关长老会小介绍一下要甲咱来分享。咱就请咱兄弟尽量来同茶饼会时阵摕茶饼留去地下室以上这个报告咱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甲咱每一位参加伫地。做伙来吟圣诗，圣诗399首，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起立来吟。吟诗煞，请黄春生牧师祝祷。
办耶稣基督的恩典，希望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教应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庙岛避会新朋友甲需要代祷的兄弟，请到前庭有牧师、长老甲同工为你介绍甲代祷。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中庭的地饼会交易。